昆虫是地球上数量千多的生物族群，佢哋慢奶就有长长的身影，总是像沿条的木工。台湾昆虫王国度的生物当多，沿条沙漠马了嘅几啊条，算来高等样板嘅秘密身份哦。就帮人向下来出发，清楚看到身边嘅昆虫。昆虫抗人情。日头落山过后，大家就会歇困呢。树那度有一群6只脚的小虫诶，正要开始发痛呢。人一条今日来拜访2只昆虫，佢就是毛叶兔狗诶。毛叶兔狗的体型，老兔狗的腔样圆皮皮，假是杀老和下腔样。比身体还较长，不过佢条是生肉的草木的，故所脚项生的当多又尖又利的叶嘞，一条叶嘞是拿来打猎用的哦。然后其他的亲戚无共用，毛叶兔狗的唔好拖天内方，也是草度生发，颠倒好拖树的方走来走去。佢老人无穷样的是用时做掉的能力，佢是有时有一件遮风大雨的服的，佢就会用在牵时，然后身边的树叶被黏强下，变做自家安身歇困的衰态。假身体都有制造洗卵拍的器官，佢会留水样的洗卵拍对嘴肚牵出来，堵到空气就会牵做黏的屎。接下来，毛叶兔狗的会用再调整屎的储油，然后也被黏强下。就做好隔身又安全的露营衰退嘞。看到地度水木的毛叶兔狗的，会留长长的屎存出来，时时注意脑背的情形，还有上分人经过，还是停下来看，佢就会走出来，来一条等人脑的脚走。张水上的毛叶兔狗的是唔好压记哦，头附近戳上戳下的小虫的，含地发生乜嘅事情嘅时间，就本人失落度了。有安强的注意，然后高强的打猎能力。本毛叶兔狗的变做昆虫世界度的艺术家。下一摆是讲发现本是黏蛋的叶呗，冇听错，就是毛叶兔狗的看到地图，水到呼滚啦！